美国国家航太总署 NASA 两个太空人去年6月去太空执行任务，本地只按算要停留8日，却因为太空船出问题，无法度回来。伫台北时间今仔早起7点才坐 SpaceX 的太空船回来到地球，结束因9个月的旅程。And splashdown, Crew 9 back on Earth. 原地8天的任务煞留伫国际太空站有超过9个月。美国 NASA 太空人魏摩尔甲威廉斯总算回去到地球。Now here on your screen, we can see dolphins actually, who want to come and play with Dragon. 魏摩尔甲威廉斯，佮有另外2名太空人，总共4个人，伫台北时间18下晡1点左右，坐 SpaceX 乘龙号太空船脱离国际太空站。17点钟外了后，也就是19个透早要7点，因成功转去到美国佛州塔拉哈西海岸附近的水域。虽然暂时无啥会当行，需要边的人协助扛起冷桥。不过，认为太空人的身体看起来拢袂歹，佮真欢喜，笑咧对镜头比赞。刷落来，因会互再去德州休斯顿占星太空中心体检佮观察，若阵一切拢好势，几工了后就会使回去厝。2024年6月，魏摩尔甲威廉斯坐波音太空船乘坐飞机号上太空，伫对接国际太空站的时，发现有氦气漏射、甲推进器各样等等的问题。经过评估了后，决定让2个人暂时留伫国际太空站。NASA has decided that Butch and Sonny will return with Crew 9 next February, and that Starliner.will return uncrewed. 就安尼，魏摩尔甲威廉斯伫国际太空站过感恩节、耶诞节、甲2025年的跨年。Our crew up here just wanted to say Happy Thanksgiving to all our friends and family who are down on Earth and everyone who is supporting us. Welcome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as we get ready for the Christmas holidays. 这段任务超过国际太空站太空人平均6个月任务时间。魏摩尔甲威廉斯总共伫遐286天，不过因还未打破美国太空人卢比奥371天的纪录，因为卢比奥也已经伫2023年安全回去地球。但是伫微动力环境生活满9个月了后，回去到地球才是太空人考验的开始，因为伊的骨头、筋膜甲平衡感拢要重新适应，规个过程可能需要大约2个月到3个月，才会当完全恢复到上好的状态。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